都係靠一個禮拜一晚嘅時間，咁大家都係好合作。哇！一個禮拜一晚嘅喎，大家唔怕獎點得啊？真係。我仲想問下咧，大家來自咩部門嘅多咧？個個部門都有嘅，因為我哋正式係大家中人集團兄弟行個行嘅同事都有㗎啦。咁啊來自各個部門㗎啦，有電腦部啊，或者係外勤人員，又有前線嘅同事，亦都有後勤同事都有。咁啊來自唔同嘅地方㗎啦都。哇！其實咧，中央集團咧喺中環嗰個總行咁大咧，其實咧，如果大家咧咁有音樂造詣咧，每逢我哋啲客入嚟入錢咧，奏首歌我哋聽下都幾好喎。呢個幾好，幾好提議啊！真係呵，多謝晒，多謝晒你清楚嘅演出，多謝多謝。
一首咁精彩嘅社慶之後呢，咁又要帶出一首廣東音樂。嗱，呢首廣東音樂呢，大家都好熟悉㗎啦，叫做《旱天雷》。咁旱天雷呢，顧名思義，大家聽我名呢都想得起呢，就係其實打雷呢就會落雨啦，咁但係呢一定係好多雲啊，先會有呢個雷啊出現。但係居然呢，旱天呢，哇喺萬里無雲，居然都有雷打出嚟喎！你話嗰時嗰個氣氛會係點呢？不如大家一齊欣賞下呢首《旱天雷》。我咧就成日都咧希望咧大家咧有時咧睇電視睇到好多嘅現代音樂，不妨咧多啲欣賞下一啲中國嘅傳統藝術表演。今次咧德專嚟專程嘅，即係拗都拗翻嚟咧，要今次咧就要演出今次呢一個咁嘅文藝晚會嘅原因咧，
因為平時我哋見得現代音樂太多啦，好想有時留意一下咧，就係我哋中國好多傳統嘅藝術。咁我咧呢兩晚咧見到呢啲藝術表演咧，我都希望咧大家今晚嚟到呢度咧，亦都係